台灣大多數獸醫系學生畢業了後，是去動物病院顧寵物，原因去農場顧大型動物的煞是愈來愈少。因為工課環境較無舒適，愛學的理論甲知識佫較濟，實際操作的機會煞是有限。要安怎甲培養的人才，互因願意留佇咧前線守護農村甲畜牧產業咧？下午7點半，公視台記者青春咱咧幫，帶大家做伙來看。天才拍鋪仔光，獸醫、助理甲飼養牛的農民就開始甲牛接生，續來閣會做配種甲摸牛才會例行性檢查的工課。腳底師嘛咧處理牛腳底的空喙較袂感染，去影響到出糧的量。佇台灣負責做大隻動物照護的人當咧減少，分段的工時閣愛隨時提醒，工作環境閣毋是講介舒適，願意投入的少年人是較有限。你若無守的話，伊腳底會傷厚，傷厚的話，伊會硬着內底骨頭，對內底開始惡化，牛就反射放棄食飼料、交啉水，就影響到伊的能量。大家的第一個印象就是很髒，然後很累、很熱，沒辦法放假，錢很少。根據統計，台灣差不多有6000多個職業的獸醫，有67%投入伴侶動物的醫療。實際上，要培養一個獸醫的人才是真無簡單。在高級大隻動物的照護，愛先學飼、學管理，再慢慢接觸臨床的操作。不過要做獸醫，都要讀獸醫系，再閣去考獸醫的牌。去到大學，若要學照護大隻動物，理論甲知識是學較濟，不過實際操作的機會較有限。除了這個，它整個環境的因素以外，整個國內的大動物獸醫師的那個環境還是比較不足啊。幾乎都是去當小動物的獸醫助理，或者是去實驗室，就是在學校都是大方向的感覺。跟實際的經驗嘛，就還是會有點差異。除了人才培養直接袂起來的問題，限量政策的影響嘛，造成牧場規模縮細，也閣有牛的數量減少的情形之下，連帶嘛影響照護者因的經濟收入。要安怎甲大隻動物醫療的人才留條呢？毋但牽涉到動物健康的問題，佫較關係到食品安全甲農村的永續發展。記者吳連武、林建如綜合報道。